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9月1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1篇，出埃及记第12章29节到42节，罗马书第13章第1节到第7节。出埃及的10个大灾难，我们在谈到第10个灾难是杀长子之灾，我们就不能不谈到逾越节。这是上帝应许要保守以色列人越过杀长子之灾，而透过摩西颁布了的命令。如果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及法老王一样不愿意遵守的时候，就必定会遇见死亡。因为这一场瘟疫正如同武汉肺炎之对于全世界一样，没有人能够幸免，除非负起自己的责任，遵守了上帝所吩咐的一切行为，否则他们就必须如同埃及人一样，在面对苦难的时候，责任就是自己要去担当，没有上帝的保守。前天主日的时候，为了新竹圣经学院受派到土城教会讲道服事，我引用出埃及记第12章第1节到14节的逾越节记载，与弟兄姐妹来分享。当中我根据这一段经文提到了几个基督徒的责任还是当时候的责任。一个是家庭的责任。出埃及记第12章第3节到21节，他讲到家庭的责任，家人就要聚在一起来度过这样的灾难。还有社区的责任，就是人少东西太多，就可以去分享，去邀请那一些比较孤苦无依的人，可以一起来聚集分享，越过困难。还有守法的责任，以色列人能够越过杀长子之灾，是因为他们听从了摩西的吩咐，遵守了所有的上帝的命令，才能一起度过这样的困境。然后还有感恩的责任，出埃及记第12章15节到20节记载到守节感恩，纪念上帝保守的恩典，这也是基督徒要做的。然后还有献祭的责任。如果我们回去看出埃及记第3章18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候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目的是要去旷野献祭。在出埃及记12章21节到28节，摩西也交代以色列人要献祭，要敬拜上帝。然后是一个教育的责任，在出埃及记第12章17节、24节到28节记载了他们要把信仰继续的传承下去的责任。宣教的责任，出埃及第12章38节，我们看到他们应该要做的责任。然后呢，也给亚伯拉罕的责任，这是上帝说的，要使人蒙福。我们也看到约瑟的责任，他虽然是被卖掉，辗转到了埃及，可是当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并且因为他的能力解梦，让埃及的法老王看见了耶和华上帝的智慧与能力。当然也是以色列人的呼召，也是保罗的使命，也是今日教会存在的责任。因为以色列人他们遵守了上帝的命令，他们负起来这个应该担当的责任，
之后，他们就越过了杀长子之灾。圣经记载说，到了半夜，上主杀了所有埃及人的头胎，上至国王的长子，就是将来要继承王位的太子，下至地牢里的囚犯的长子，连一切牲畜的头胎也都杀了。那一夜，埃及王、他的臣仆和全国的人民都被惊醒了。在埃及只听见一片嚎啕哀哭的声音，因为家家都死人了。当夜，埃及王就召见摩西和亚伦，对他们说：“快走，你们跟你们的以色列人赶快离开我的国境，照你们所要求的去敬拜你们的上主吧。带着你们的羊群、牛群赶快离开，也请你们为我祝福。”埃及人催促以色列人赶快离开他们的国家，他们说：“你们再不走，我们就都死光了。”于是以色列人把无效的面团放在锅里，用衣服包起来，背在肩上。他们也照摩西所吩咐的，向埃及人索取金银首饰和衣服。上主使埃及人尊敬他的子民，他们要什么，埃及人就给什么。这样，以色列人带走了埃及人的财富，也因此他们就有机会得以逃离埃及，并且得到埃及人双手奉上的金银。基本上，以色列人是被赶出埃及的啦。经文呢，继续记载说，以色列人从兰塞一直步行到苏哥，不计算妇女和儿童，光是男丁就有60万人。许多外族人和牛羊也跟他们一起走。他们沿途烘烤从埃及带出来没有发酵的面团，因为他们被催逼急速离开埃及，没有时间准备食物。以色列人在埃及一共住了430年。430年终了的那一天，上主子民中的各支族都离开了埃及。这一夜，上主亲自保守他们，引领他们出了埃及。以色列人就守这一夜，把它奉献给上帝，作为世世代代谨守纪念的一夜。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摩西的责任不但是需要跟随摩西以及上帝的引导来离开埃及，他们更有责任来带那一些非犹太人，经文说外邦人或是外族人或是闲杂人等。保罗说，基督徒应当要顺服在上的权柄，因为权柄是从上帝而来。这一段教导时常引起误解，因为人们通常都断章取义地解释这一段经文。为什么要顺服在上的权柄呢？政治的权柄，而不能反抗呢？这个先决条件是，这个权柄必须是从上帝而来，并且是要一个免除人们害怕的权利的人。保罗说，人人应该顺服国家的权力机构，因为权力机构的存在是上帝所准许的。当政者的权力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抗拒当政者就是抗拒上帝的命令。这样的人难免受审判。统治者不是要行使
要使行善的人惧怕，而是要使作恶的人惧怕。你要不怕当政者，就得行善，他就会嘉许你，因为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人，他的工作是对你有益处的。如果你作恶，你就得怕他，因为他的惩罚不是儿戏，他是上帝所使用的人，要执行上帝对那些作恶的人的惩罚。所以你必须服从当政者，不但是为了怕上帝的惩罚，也是为了良心。你们纳税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因为当政者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就是为上帝而工作，所以还要倾一切所亏欠的，该贡献的要贡献，该缴纳的要缴纳，该惧怕的要惧怕，该尊敬的要尊敬。因此保罗所强调的，基督徒应当顺从，不是对人的愚蠢顺服。如果在上的权柄是从上帝而来的，而且能够执行上帝旨意的话，基督徒就应当顺从，不可违抗，这是非常清楚的。但若政权如同集权政治，让人民害怕，我们说如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如同习近平违反香港自治50年的这个约定，使中国人活在恐惧之下，北韩的领导人只求自己的政治利益，南美的众领导者与毒枭和解，助长毒品的泛滥，并追求个人的利益，这些都不是顺服之列。使人民活在没有恐惧的政治氛围之下，是当政者在上者的责任，而顺服这些顺服上帝的在上掌权者，也是基督徒人民的责任，用以表达基督徒自己对上帝的顺服，真的是基督徒应当尽的责任了。诗篇121篇，我举目观望群山，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上帝来，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不会让你跌倒，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看哪，以色列的保护者，他既不打盹，也不睡觉。上主要保护你，他在你身边庇护你，白天太阳不伤你，黑夜月亮也不害你。上主要救你脱离各样的灾难，他要保守你的生命，你进你出，上主都保护你，从现在直到永远。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救恩，让我们脱离生命中的困难与险境。求主帮助我们专心靠主，诚心祷告，让我们在困境的当中更坚定的信靠，跟随尽我们的责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